謝主俾我哋有健康、有精神，能夠繼續嚟到喺教會當中嚟到侍奉主。求主你享受我哋今朝早嘅崇拜，我哋嘅讚美，我哋嘅感謝，我哋嘅頌讚。求主悅納我哋一切嘅侍奉。求主使用我哋，你看顧我哋，使我哋從歲首到年終都看顧我哋。求主叫我哋今年多啲愛主，多啲傳福音，多啲侍奉，多啲奉獻，使教會更加興旺，榮耀主嘅聖名。我哋咁樣祈禱感恩，奉耶穌聖名，阿們。今日我嘅題目就係以便以謝，我嘅幫助從何而嚟？我哋讀經撒母耳記上第7章第5到12節。撒母耳記上第7章第5節開始。撒母耳說：要使以色列眾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為你們禱告耶和華。他們就聚集在米斯巴打嘴，繞在耶和華面前。當日禁食說：我們得罪了耶和華。於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審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聽見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領就上來要攻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聽見就懼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對撒母耳說：願你不住的為我們呼求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救我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隻吃奶的羊羔獻與耶和華作全牲的燔祭，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應允他。撒母耳正獻燔祭的時候，非利士人前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當日以色列耶和華大發雷聲，驚亂非利士人，他們就敗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從米斯巴出來追趕非利士人，擊殺他們，直到伯甲的下邊。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箭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撒母耳立一塊石頭，呢名叫以便以謝，講到話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哋。我要用呢句說話嚟大家彼此能夠提醒，向主感恩紀念。昔日以色列人在聚集嘅時候，喺曠野嘅時候，手無寸鐵，非利士人就即嚟攻擊佢哋。但係撒母耳就祈禱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大發雷聲嚟到去驚亂到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就追殺佢哋，直到伯甲地方，佢哋得咗勝利。但因此撒母耳就將一塊石頭就喺米斯巴同埋箭嘅中間起名叫以便以謝，就係紀念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佢哋。佢哋嘅敵人魔鬼好似非利士人一樣，次次嚟到攻擊我哋。今日我哋能夠站立得穩，教會能夠繼續興旺，唔係我哋有咩嘅能力，完全係出於神嘅幫助。即係以色列人立一塊石頭用嚟提醒以色列人，你哋要
好好嘅紀念神嘅恩典。但係以色列人喺曠野冇幾耐，佢哋就忘恩負義啊，唔記得咗呢件事情啦，唔記得咗神咧幫助佢哋啦。我哋神咧唔係叫我哋立呢個石頭，立石頭，我係將佢放喺我哋嘅心裏邊，永遠記住神嘅恩典。當我哋讀到聖經嘅時候，讀以斯拉尼希米嘅時候，你就會睇見以色列人啊能夠得到神好多嘅幫助。我哋睇詩篇幾乎咧50篇嘅詩篇啊，都係述説神嘅幫助。神嘅幫助係幫助佢哋，特別係大衛王在佢一生當中經歷神嘅幫助好多好多。佢認識到神確係佢哋嘅幫助者，所以佢寫詩篇嘅時候就話：他是我哋嘅幫助。我哋嘅患難當中，在困難當中，就係得到神咧隨時嘅幫助我哋。我哋需要神就隨時嚟幫助我哋。我哋嘅幫助從造天地耶和華而嚟，依句嘅説話係長久以嚟有好多個信徒蒙恩得福，係靠著呢個説話又放喺我哋心當中，佢哋讀完又讀，讀完又讀，覺得呢句説話實在好有滋味啊！越讀越有滋味，覺得有味道，令人咧愛不擇手。呢個真係聖經裏邊嘅呢個係加重連成嘅一句嘅金句嚟。當我哋喺到詩篇146篇嘅時候，就睇見咧今日一般嘅世人嘅靠山係乜嘢啊？佢哋向山舉目，冇錯，佢哋有困難嘅時候就靠山、靠後台、靠有大人物。靠有錢有勢嘅人嚟去幫助，或者靠君王，呢啲嘢都不能夠幫助佢哋嘅。最近咧，委內瑞拉嘅總統啊，半夜3更俾美國兵嚟捉咗佢。喺佢嘅總統府處咧捉咗佢，然後介去紐約法庭去審問佢。喺總統府度咁容易就俾人捉咗。史太林一直活喺個恐懼當中，佢冇悔改。佢冇求神嘅幫助，佢唔識得求神幫助，所以佢咧係依靠科技嘅設備嚟到保護佢自己。佢有8間瞓房嘅，史太林有8間瞓房，今晚瞓邊度佢唔知，冇話俾人聽嘅。佢冇話俾人聽我今晚瞓邊個瞓房。8間瞓，冇人知道佢瞓喺邊度。佢好似喺銀行裏邊嗰啲夾萬當中，當中嚟到阻住自己，所以佢生活在恐懼當中，唔係好似呢個委內瑞拉嘅總統咁隨便咁快脆就俾人捉咗，趕咗嚟美國。史太林亦都在佢光闊當中，佢係痛苦，佢冇平安，因為佢唔識得求神嘅幫助。今日咧，詩人咧依靠係父神，
唔係依靠世人，唔係依靠世界上任何有勢力嘅人。佢哋嘅靠山係神，佢將自己嘅生命放喺神嘅保護底下。佢哋嘅靠山係神。有人咧，呢個老司布真牧師，佢嘅家人咧住喺一個山莊裏邊，佢同啲孫仔孫女住埋一齊。佢哋係靠一隻母牛嚟到去俾啲牛奶俾嗰個孫女孫仔食飲嘅，夠佢哋嚟到每日嘅飲牛奶。有日呢隻母牛咧死咗啦，死咗就嗰個祖母就好閉翳。嗰隻母牛死咗，我哋嘅孫仔孫女冇牛奶飲喎，點搞啊？好憂愁。但係呢個老司布真牧師話：你唔使驚，你唔使愁，神係知道嘅，神係會幫助我哋嘅。我哋只要肯祈禱，求神幫助。總之我哋祈禱，神一定會聽嘅。就算咧幾艱難都好，神都會幫助我哋。我哋要祈禱求神俾50隻牛，神都會俾我哋嘅。所以我哋唔使愁，唔使驚。我哋將呢件事情交託俾神，神會供應我哋嘅需要嘅。我同一日嘅時候喺倫敦嗰度咧，佢哋開差會有幾個委員會喺度開會，佢哋商量一件事，就係我哋剩咗啲錢我哋要供應俾啲宣教士，嗰啲特別係貧窮嘅宣教士，我哋要幫助佢，要補助佢哋。咁佢哋喺度分啲錢俾邊個俾邊個。咁最後咧剩低25蚊，25蚊俾邊個咧？不如有個人咧就提出嚟，不如俾一個老嘅司布真牧師啦，因為佢係好好嘅牧師，佢係好忠心嘅、好愛主嘅牧師。我哋不如將個25蚊送俾佢。咁其他一個委員就話：25蚊唔夠喎，不如我又俾25蚊啦。咁其他又響應兩位嘅委員嘅話，你俾我又俾啦。咁大家湊埋咧有100蚊。我聽日咧就送俾司布真老牧師。到第二日嘅時候咧，老司布真牧師收到一封信，裏邊咧有100蚊。佢就同佢嘅太太講：你睇，神係咪聽我哋祈禱？神咧果然咧好快脆嘅，就答應我哋，俾我哋有100蚊，咁我哋就有牛奶食啦。我哋啲孫仔孫女有牛奶飲啦。呢個可以講到咧，我哋嘅幫助係從耶和華而嚟，我哋要仰望佢，信靠佢，我哋就唔會缺乏。我哋可以放膽講，主係幫助我哋嘅，我哋唔需要懼怕。我哋唔係好似世界上嘅人一樣，我哋要驚。神嘅保護係好特別嘅，而且佢有大能嘅右手嚟到幫助我哋，所以我哋唔使驚。城裏邊咧有一位杜先生，杜先生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佢係商人，佢有幾艘大船，係航海各地嘅港口。佢又好愛主，佢又好行善，佢又去周濟窮人，佢又使啲貧窮嘅學生免費嘅學校，免費唔
使收學費。咁啊，城裏邊啲人個個都好敬愛呢位杜先生，每年都為佢做生日，每年都為佢嚟到去巡行去遊行。咁啊，杜先生咧有幾艘嘅船，佢幾年嚟咧嗰啲船嘅都係平安去平安嚟冇發生有意外。咁呢啲朋友咧就成日都勸佢，不如你要買船嘅保險啦，咁就好穩陣啦。有損失嘅時候，咁保險公司可以賠俾你啦。咁但係佢話我唔需要，因為我係屬於神嘅，我啲船通通都係屬於神嘅，係神嘅財產，唔需要買保險。咁大家咧平安無事啦，冇事神咧保守佢哋咧一路都好平安。咁直到有一日咧，其中有一隻船咧就發生咗有意外。呢隻船咧載滿晒好多貴重嘅物品，而且咧好多好重要嘅嘢。咁突然間呢隻船行下嘅時候咧，突然間入咗水啊！入咗水，嗰啲水咧入嚟多過嗰啲人咧，啲水手就將啲水入嚟就潑出去啦。但係入嚟嘅水多得滯，所以呢啲船咧就快要沉落去啦。好危險啊！好危險，點搞啊？呢啲船沉落去就好麻煩，我哋生命都難保啊！咁杜先生就會損失好多錢㗎咯喎。但係呢啲船行下突然間佢停咗喺住，嗰啲水停咗喺度，冇入咗水。嗰啲人覺得奇怪，點解行下隻船本來入水嘅，而家點解呢隻船唔入水嘅？有咩原因咧？佢哋只有感謝神，佢哋冇出聲。咁冇幾耐，呢隻船咧就泊嚟呢個岸裏邊，嗰啲貨物嗰啲人咧就上晒岸啦。咁然後咧去檢查呢隻船咩原因，佢突然間停咗，嗰啲水唔入去嗰個船裏邊咧，咩原因咧？原來佢發現有隻鯨魚仔10幾尺嘅鯨魚仔，嗰個頭塞咗入去嗰個窿嗰度，塞咗嗰隻船嘅窿嗰度，個窿嗰度。咁嗰啲水就令到嗰隻鯨魚個脹發脹，佢肚發脹，所以呢隻鯨魚仔咧，佢又唔出得又唔入得，塞住喺嗰隻船嗰度，中船嗰度，所以咧佢哋咧就平安冇事，就係因為呢隻鯨魚神為佢哋預備呢隻鯨魚仔塞咗喺嗰個船嘅窿嗰度，結果佢哋平安冇事。因此咧呢個杜先生就更加要感謝神，感謝神保守我哋，藉住呢隻鯨魚仔使我哋隻船冇沉。咁嗰啲當地嘅人民咧就為佢嚟到去慶祝生日，同埋巡行，同埋咧做一隻小嘅鯨魚仔，喺每人送一隻，俾佢哋嚟慶祝。所以神係好中意幫助我哋屬佢嘅人嘅，所以我哋只要肯求佢，幫佢，信靠佢，佢一定會幫助我哋能夠經過一切嘅困難。喺
歷史當中呢個莫勒係神所重用嘅僕人，佢係一個信心嘅偉人，佢依靠神佢個孤兒有9500個孤兒每日都冇缺乏，一日一隻雞蛋都搞唔掂9500個孤兒冇一餐係缺乏嘅，餐餐都有嘢食，佢哋唔會餓到，神保守佢哋看顧佢哋就係70年4個月佢哋都冇缺乏，佢哋啲孤兒都冇缺乏一餐，神看顧保守你70年如一日，佢睇見神嘅信實，神嘅保守，神嘅應許，從來俾人缺乏一餐，好幾次佢哋連一個銀錢都冇佢點樣養你嗰啲9500個孤兒？但係神看顧佢哋，神幫助佢哋所需用嘅，神賜俾佢哋，神實在聽佢哋祈禱，神所賜嘅每年達到140萬磅嚟到養育到佢哋呢班嘅孤兒，70年嚟神不斷嘅供應佢哋嘅需要所以神冇令到佢哋嘅失敗，呢個係神非常之好奇妙嘅幫助我哋喺福傳部已經做咗16年啦，16年都冇缺乏，呢個係神嘅報紙，唔會關門嘅，唔會執笠嘅。呢個係神嘅報紙嚟嘅喎，所以神俾我哋有健康嘅時候，我會繼續去侍奉佢，俾我更有精神去侍奉主。我請大家睇2次聖經，第一處就係詩篇第12篇第1節，非常之好奇妙嘅聖經。呢個係我哋屬靈嘅911我按個名叫做屬靈嘅911，詩篇12篇第1節，好短嘅聖經。聖經點講耶和華求你幫助，好簡單嘅祈禱啫。耶和華求你幫助。因為我哋屬靈嘅911，呢個嘅禱告係好特殊嘅，而且好簡短嘅。呢個祈禱當中係好合時嘅，好生動嘅，好能提醒人嘅。呢個祈禱唔係兜圈子嘅，佢係開門見山。係直接嘅，當嚟到神嘅面前，佢知道佢係求乜嘢，所以佢嚟到神面前，呢個祈禱係好合適嘅。耶和華求你幫助。事實上無論係何時何地，呢個祈禱都能夠幫助一切嘅人。神點樣答覆我哋呢？我哋睇以賽亞書41章，以賽亞書41章第10節、13節、14節，呢3節聖經係好寶貴嘅。以賽亞書41章第10節、13節、14節有一句説話係同係一樣嘅講嘅，耶和華說：我必幫助你。呢個係神答覆你嘅問題你求神幫助，神就馬上答覆你，
耶和華說，唔係任何人講，我必幫助你，必實在、確實嘅、一定嘅，唔係可能幫助你，唔係或者幫助你，係話我必幫助你。係對我哋每個人講嘅，幫助你係邊個？係神。你想我已經為你所做嘅，還唔會幫助你咩？我曾經用我自己嘅血將你買贖過嚟，我唔會，點解唔會幫助你呢？你諗下，我為你死，我要為你完成更大嘅事情。我曾經要為你做好多嘅事情，我仲要為你做好多嘅事。就算你需要千萬嘅幫助，我都會幫助你。我哋係以三位一體嘅真神嚟幫助你。父神係以佢嘅能力，即係個聖靈嘅能力，全能嘅神。同埋咧，耶穌基督嘅愛，三位一體嘅真神一齊嚟幫你，仲唔夠咩？夠唔夠啊？你需要點啊？千萬倍幫助，我都會幫助你。把你一切需要嘅，你帶到我面前，我一定會幫助你。除此之外，你仲需要咩幫助呢？我係你嘅神，我仍然係賜你幫助。你話係咪係？我哋讀到呢聖經係咪呢三次啊？三次上帝都同你講，我必幫助你。唔係任何人靠唔住嘅，只有神係靠得住。佢再三同我哋每個人講，我必幫助你。最近有位姊妹啊，佢揸車帶住兩個細路哥，一個7歲，一個3歲。佢又陀咗，佢就有懷孕，有 BB 有4個月。佢揸車揸下就嗰啲大雨嗰啲泥鬆啊，咁咧啲路啊都山崩咗啦，跟住洗下就成架車都反轉啦，跌咗落個水個池塘裏邊啊，養魚個池塘裏邊跌咗落個水裏邊啊，又閂埋窗門，到呢個閂埋窗門唔出得嚟，你話係咪事？係咪絕望啊？佢係基督徒嚟嘅，佢喺車裏邊啊祈禱啊，白急切嘅祈禱，求神幫助佢啊，幫助佢哋要出生天啊！而家係最後嘅關頭嚟嘅時候啊，爭死嘅關頭啊，又唔出得去，點搞啊？又冇隔離左右嘅人知道，佢只有求神，拼命求神。後來冇幾耐就大力嘅推開嗰道車門，咁出咗去，佢先至救到佢三仔乸出去平安出去。呢個就神嘅孕婦啊，求神幫助，就禱告出現奇蹟啊！一度冇辦法開門，但係神咧幫助佢哋。幫助呢位姊妹，結果佢點啊？佢能夠可以出嚟感謝主。所以
我哋冇認識到神係幫助我哋嘅神。約書亞個領以色列人咧，入邊個迦南有次啊，佢喺個營外啊，睇見有位大將軍，佢企喺住，手裏邊咧攞出一把刀。咁約書亞咧唔知道佢係嚟幫助佢咧，因為幫助敵人。於是就問佢：你嚟係幫助邊個啊？話嚟幫助敵人啊？咁嗰個人就話：我係做耶和華軍隊嘅元帥。約書亞聽見咧，就俯伏喺地下就話：有咩吩咐僕人？主耶和華就係元帥，佢係幫助我哋嘅。我哋要像呢位嘅約書亞俯伏喺神嘅面前求神幫助同埋帶領，就無往不利，無往不勝。所以保羅咧曾經發出呢個凱歌話：神如果幫助我哋，邊個能夠敵擋我哋啊？邊個能夠可以敵擋我哋啊？如果神能夠幫助我哋，邊個能夠敵擋我哋呢？所以詩人話：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夠把我點樣樣呢？弟兄姊妹，我哋嘅軟弱有需要，唔需要怕。我哋應當認識神係幫助我哋嘅神，佢係幫助我哋嘅神。在米斯巴和善之間立下以便以謝嘅石頭，警告佢哋。雖然到而家耶和華係幫助佢哋，但以色列人咧，你哋唔好自滿自驕，更加唔好退後懶惰，因為神係幫助係有先決嘅條件嘅。條件就係你有米利巴嘅經歷，你要一心歸向神，你要親手拆毀呢個嘅偶像嘅經歷，要認識神嘅大能，咁然之後你要獻祭俾神，咁樣你立喺米斯巴嘅平原嘅以便以謝。各位，我哋要注意到如今呢幾個字係指以往嘅10年、8年、70年以前嘅事情。耶和華都幫助我哋，無論在疾病當中，在健康當中，在喺屋企或者喺外邊，喺陸地或者喺空中，喺船上，喺榮耀當中，喺歡樂當中，喺試驗當中，喺勝利當中，喺祈禱當中，喺試探當中，耶和華都幫助我哋。耶和華無論喺咩嘅時候，都幫助我哋。在過去同埋現在，我哋總係得到神嘅幫助。有位採訪嘅記者，佢要採訪呢個新聞記者，佢要採訪呢個手術專科嘅醫生。有一次佢跟佢入呢個醫生台，準備要施手術嘅地方，又係呢個醫生準備要施手術，但係佢未施手術，佢要睇下個醫生做乜嘢先。又係個醫生佢要洗咗個手，然後咧護士幫佢着咗件醫生袍，戴咗白嘅手套。咁然之後咧，佢仲未入去手術室，佢要走入一個房仔裏邊。房仔要做咩啊？佢係基督徒嚟嘅，佢就喺度祈禱，求神幫助。呢次嘅手術係需要神嘅幫助咁於是佢喺度祈禱，然之後咧，佢安靜咗1秒鐘，咁先至出去施手術，用人嘅手嚟去施手術，好多時候都失敗啊！在失敗當中嘅時候，佢即刻求神幫助佢嘅手去施手術，幫助佢施手術，咁嗰個手術咧就成功啦。幾次有失敗嘅時候，佢識得去依靠神嘅幫助，
神就藉住佢嘅手能夠嚟做成功嘅手術。所以我哋嘅神係一位好奇妙嘅神。到如今呢3個字嘅今日，你唔需要去到呢個米斯巴同埋善嘅中間去憑吊以便以謝，嗰塊石頭已經唔喺嗰度啦。你可以隨時隨地，你坦然無懼，在神嘅施恩寶座前面嚟到向神感謝讚美，你得憐恤蒙憐憫作隨時嘅幫助。到如今呢3個字係指到將嚟，因為呢個説話係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得嘅，係過去、現在、將嚟都用得着。到而今係冇結束嘅，前面仲有好遠嘅路要走，又有更多嘅試煉、更多嘅歡樂、更多嘅試探、更多嘅勝利、更多嘅祈禱，更多嘅力量、更多嘅爭戰，更多嘅海船，然後有疾病、有年老、有死亡。到死亡嘅時候都唔係完嘅，仲有好多。你要將來帶着個復活嘅身體，你坐寶座，彈金琴，唱新歌，發讚美，穿白衣，你享受永生。所以我哋用感激嘅心嚟到唱，以便以謝。到如今父神的愛冇改變。到如今祈禱莫大嘅能力，到如今神係及時嘅幫助。所以我哋時常要讚美神，舉起你嘅以便以謝嚟到做歌唱不停。神係幾咁奇妙，幾咁榮耀，我哋要時時讚美佢，因為我哋要記得呢個説話就係以便以謝呢4個字，就係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哋，佢不斷嘅幫助我哋，不停嘅幫助我哋，無論日又好，夜又好，幾時都好，都係幫助我哋。神係我哋嘅幫助者，所以我哋應該要時時要發出感謝同埋讚美佢。所以我哋永遠唔好忘記